将将岁，滔滔不断泪，谁是秋夜雨？一点一声情。我年来真，祖父年松官拜当朝丞相，弟弟4班则修礼部天官，父母年迈，单生我兰真一生，与祖父祖师将我的终身许配那严勇为妻。自从成婚以来，已有2生余天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来。我一生擦边于飘香，屡次的相亲，怎奈他总是不肯上来而来，不知道他为了何事。唉，官人啊，官人，好叫为妻，实是难成。夫妻马路相乱家，见别人家夫妻对怨聚别，我夫妻外的是江湖哇。官人，你为何我定要请他上来问明啊！飘香哪里？小姐罢了小姐，唤我出来做吩咐，叫你非为别事，你到书房去请姑爷上来。小姐，飘香，你要小心了。是。只恐怕姑爷他与
名字土内上，妃子何生方好光。承平自夺女言帝，马首冒上不贤妃，都是毛儿强似虎，百灵应付不思计呀。小生郑勇表示欢赞，弟弟郑贤冠居三殿总子，母亲长侍高寿皇府。我本闭门永昌公托，可恨年送这老臣。上边荒酒一本，生我无教色失责，皇上听信谗言，叫我无本出西郊。真是凭叫我满门抄斩，是我改为掌心，逃往杭州募居家中，不料途中遇到叶母亲官船失窃，复将小生也当作小妾做自船草。那叶母亲见我生平出众，将捧我做他命令妻子，带往京都春拜年送。那老寿喜爱我才貌上贤，休将生育年兰正终身，许与我为妻呀！唉，我为父受非报，岂能与你见色子女生情啊？乱城色子乱情啊颠，豺狼虎豹盘中仙，夫道昏君心善言，却忠良杀生言，有朝一日愿受报，不开乌云见晴天。谁呀？鸟为郎穿园里，来此一次锁房门。拜见姑爷。罢了，不在擂台侍奉小姐到书房这声啊！我怎么了我家小姐之命，得来请姑爷上来。说我要在书房读书不去。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小丫头也不当你儿不骂你，跪下宽还救命，却是为何？姑爷不肯上来，面孔小姐要责怪，是我得罪了你姑爷，那时候飘香定要受家规。兰正姑说好理来，张氏其实他不该
个生逢王坛，前生子女心也坚。即使此场女同胞，生我皆可受到。哎呀，多谢姑爷。免得飘香去受瓦塞，我上楼看他真爱配。敲几声，迎得姑爷上门。拜见小姐。到了，姑爷可身上来。姑爷他，姑爷他这个上来。是我窗外人家。哎呀，姑爷，我家小姐窗外迎接。我今望与他举手礼。姑爷，请用茶。贵人，请来见礼。请坐。你不是我早就说了。贵人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会没有了吗？我叫你贵人，你理该叫我娘子。我若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完成我一生小姐。是让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若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完成我一生夫人。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会没有了吗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奸人子女逃离间，使得我与口难开言。
有礼非为师，娘子请来见礼。好一个有礼非为师，来，送见一礼。请坐，请坐。类此茶飘香，请我上楼，为啥何事？贵人，你在书房这人？在书房么读书啊？读书？难道是要连夜用功啊？你可知素琴原谅此故呀？他倒比起古人来了啊，贵人。究竟为啥何事？贵人，我见你终日愁眉不转，不知道贵人你是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是与个人事，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贵人的心事我了知。有人知我方乃是是非碰到老先生，我来真一不眼而不痴，我从小读过圣言诗，我要猜你贵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啊！
何须挂虑家乡事？奥莫不是言我你们势利的，我难陪你夜郎并不知。年家也少，天下得半少，我好比苦藤高攀你所不是。奥莫不是你引我来征战连少，害得你官人少面子。十里红掌到雁门，城里人话谁不知？奥莫不是你引我来征用矛吹，我难陪你夜郎一才子。红颜人何妨你娘子在茅舍，为人须得去乡。他只不是来拿我是，我来征来猜他心中事。官人，我才是才不杀了，为妻我倒可有一笔。笔作何来？官人，谁知沙土败，黄金难真待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负他一片心？
众人只是三分话，必可先抛一片心，画龙画虎难画官，自称自勉不自信，无啥与他分心为强，别别他心是我心啊！下楼去，免得在此路真心。快点转来，快点转来！哎呦，哎呦，世上哪有你这种奇人？若言不语心慌张，他定有心事不肯讲，他知道不是钱塘是暖金，不心脏来奔，哎呀，这奔字下面语文章，哎呀，官人啊，你真人面前莫设假，你在家人跟前你莫细呀讲，你欺人不把真心实，我问你要与是谁商量啊？我今日不等他真心的话，好事给人挂心上。
娘子啊，娘子！官人啊，官人！兰珍啊，兰珍！义勇啊，义勇！你几次三番要不问我的心事，小声不声。你哪里会知道？为妻不想，我是他的来请教的呀。我不是嫌他生乱情，我心脏里我本心真。哦，姓曾的。弟弟真心为忠贞，真勇是我的真名姓。我一家人本相铁人喽，恨只恩朝中为出京啊城。见人上提取黄州本，在我县家一门。到如今我天也茫茫失去本，那举目不见一亲啊谁？蛟龙金杯千岁宽，我们风云后十岁。听他言，我好伤心。原来他有三样的冤仇，样的恨，难怪他人前不肯吐真情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。官人啊，你休悲离，莫伤心。你亲曾还与我念兰真，不知道今生是哪个你生出来，我兰真与你是把缘深。我不定见神倒也罢了，提起见神，我骂你年送啊老臣。怎么把秋中来了？你骂他做什么？骂你见神老年送，你荒淫霸道在朝中，你言爱重量多少，却在我心太凶。你以为斩草一时啊根，偏偏他趁我真啊用。小生插在凌云子，听在你奸臣是老年送不听此言恩兄，官人到老中，你不该缺杀忠良成军士，你斩草之等要害真勇。既算是忠良家冤仇他，你为什么将兰真的终身去许真勇？
宋朝为一样干，将兰州的众生来许配我，你要靠半子一难长难，小生实有头神，将你父子一起斩。听此言来，心惊胆寒。他要在我屋年4万，像妇女总有妇女情，我兰州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将人哎，我就只能生病这冤家债。啊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顺，责怪你做人心太急。曹文武，曹文武，马起头出来了，骂你江山曹文武，你修行不是把妹来做，别人用金银珠宝请他妹，我用那清风宝剑先你问我，也没有请啊，也没有请，出来敷衍你自己的母亲。那你江山也没有请，你是不家不爱的烂小人，我在不应做命令子，真乃东街不平凡，小三只有高官都将你去关下子去从军啊！好同志们都马进，不知道还要马追身。你来真，你来怎么马起我来了，真是求此理。我才不应劝你也来真，可惜你生长在年方从前你待我是真心啊，真乃是仇人之女，真诚免得手里何肯一封休送给娘们。好气，好气！听此言来，怒气深思上，有此不定真。我兰真没有得宠
再没有夫妻情，因我难争待你是真心。常言道，日薄三次要而回，我还是今望与他去巴黎平。叫门的是谁呀？是兰子来了。啊！我在扫马京城，皇上来了，你来走。你娘子少奶，我来了。我心急当作心快呀，加倍笑脸去相遇。官人他开门啦！娘子少奶，我来了啊！你的娘子请进那边。官人请啊！你的娘子请啊！哦，你娘子请来见礼。官人请来见礼。请坐啊！官人请坐啊！请问娘子，你还是才得到此，还是到此一久啊？哦，你问我嘛？哎，我嘛是才得到此，我是一到就叫你开门的。娘子，你是才得到此，一到此的门就叫我开门的。哎呀，完好啊，是完好。他是才得到此，我怕他这人啊。哎呦，我是才得到此，他倒又背起架子来了。官人，你回到书房做些什么啊？回到书房读书，读些什么诗书？诗书无尽的书。好，可否背几句，请我听听？客从来心儿飞，读古诗书谁忘记，忘记了。官人，你忘记了，为请我倒有几句记着呢。你的书
因我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不信我背给你听呢。我可不要听。啊，官人，我这个人啊，倒有个脾气，人家要我陪，我倒是不肯陪；人家不要我陪啊，我偏偏要陪。好，那你就背。哈哈哈，那你就听。不要听。小弟呀，小弟，史称小姐，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哈，娘子，谁叫你娘子嘞？兰正啊，兰正。哦哟，书上面倒有你来正三个字么？官人，别人书上没有我兰正的名字，你的书上是有我兰正的名字。好，辈子过来我总是不要听啊。唉，你既此三番，要不问我的心思，小生不生。你哪里知道我的心思？我不是嘛，你是人不晓吗？天冷热，恨之恩草终未出奸臣，恨奸臣上天黄州本，占了我人家一门门。娘子，不要拜了，第七九日，我妈明年送他好臣。残害总量有多少？却在我不是心太凶，你为斩草更一致，偏偏逃出我真勇。小生实在凌云子，我听在你简直是老年送娘子，你是来了。
生生许配我，你要靠本子中患难。小城只有出头人，我把你父子一起杀。老公不怕吵我，骂你见得到问我，你兄弟无事把妹来做，别人用金子包谢他妹，我用清风包金谢问我，有母亲啊，有母亲，骂你见得。凌云子，你是一封秀书将我礼，今日你落在相伯府，我夸你
西路，你见识不绝心我谁？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妇，你啥到兵高亲修杀了你丈夫，娘子啊，夫妻终于夫妻心，拜望娘子来偿失落啊，娘子去。父亲与祖，我难救一日的亲丈夫。两家生死要我听，那年华好比我来真来做啊，娘子。我眼前放着两条路，我来真是太无度，你的走天下马，祖血水杀人多，我怎能不救忠良子？我怎能为我亲啊丈夫娘子为了我们夫妻俩天翻地覆多多啊娘子，你就饶了我吧啊！能为你跪下来苦苦的哀求，放你起来。哎呀，多谢娘子。起来呀，娘子，哎呀，此次婚人请起。多谢娘子。婚人，你下次说话不要小心口子。哎呀，下次说话我一定小心，一定小心。哎，娘子，哎，娘子，你到哪里去呀？我嘛是回房去啊，我在这里岂不是要耽误了你的读书嘛？哎呀，娘子休要失笑，来来来，得小生陪你一起上来。此次官人听。
请严父姑爷请，飘向哪里？飘向哪里？哎，来了来了！原来是娘儿伯伯，娘儿伯伯不服是？但你禀报姑爷小姐，是言儿求见。是，娘儿伯伯，请稍等。已请姑爷小姐。小何事？娘儿管家姑父举荐，命他请进。是。娘儿伯伯来。见过姑爷小姐。罢了，你还姑父何事？今日乃是父神50大寿，特命你言儿请姑爷小姐姑父家业。外面等儿。是。娘儿伯伯来。官生不是你儿到此，为请我到访寂了。娘子放了什么？今日乃是我母亲寿诞之际，令我做小辈的，你该前去拜寿呀。娘子你去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哎，官生你是哪里话来？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寿的道理？此次我与娘子同去。为妻正想与你同去，只是我婚儿尚未满月，不能前去。娘子不去，我也不去。呀，官生，你这样大的人，怎么这样孩子气？快带到万古一佛，也好与你儿一同辜负。娘子。你我今日好夫妻，难道你不知我心意？并非真用孩子气，提起了年父，我的心是谁情？你切莫
小姐，女儿，姑爷他生性不为人居，在酒席宴前，你要好生自了。言儿知道了。娘爸爸，多谢小姐。谢饭之后，你要早早送他回家。是。娘子，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娘子放心，娘子我去了。哎呀，官人请坐。娘子，官人啊，你放大胆子去。心中切莫太大惊，总算与怕天大司令与为妻替你来带子放心，先生，你要早去早回。我去了。黄昏时分，快大酒一场，早点去到你府迎接姑爷回来。话到寿宴开，来，老爷请啊，请。启禀老爷夫人，姑爷到。有请，有请姑爷。见过岳母大臣，也是罢了。啊，也是为我不见我儿来赠。他到上边没有不便回家，不能与岳母外甥放弃私人。你看看，哪有这许多的将军？是此岳母大人情长，得小婿拜辞。不来也罢，反正家务外客，也须请来设事。拜宴，来。老爷也是请呀。
这块延续倒是一点都不为应景。是啊，你那个女婿是个正人君子，与那些贪杯做了制度，可不多。快，又要夸奖你的女婿了。有理。恭喜东吕兄嫂，今日乃是少子寿诞之际，请受小弟一杯。不用了，要把你。这女儿罢了，这女儿请来堂食肉。恭喜东吕兄嫂，今日真是双喜临门。今日我夫人寿诞之际，算是一喜，但不知这双喜临门嘛。东吕兄嫂，请稍等。家园，先报名上来。东吕兄，请看。光见四少见7、8岁样子。哎呀，主公真精巧，下品乃天子，乃天子。东吕兄，不知报名岂必又是一喜呀？算是一喜，不知名叫什么？你花了多少银子才弄到的？东吕兄，此病就是养子白牛病。养子白牛病，真是莫非是三变种子，真显的性爱之王？真是。哎呀，夫人，这养子白牛病乃是无价之宝，只要插上一根扣子，就会开花结果。怎么？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？是呀，千真万确。哎呦，妙啊！今日谁带我把娃病？
要兵。这真是年富身为仰天下，乱少吩咐军功正。大夫人，快把宝兵整上起来！哎呀，整上起来！倒水！哦呦，哦呦！哈燕弟呀，今日你我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啊！今日乃是嫂子的寿节嘛，是要畅饮几杯的了。董二兄，请。醉哟！今日是年富寿诞日，我怎能不来不随到家门？他的是去落水上，将日复西路迎上。我领生，因此我现人家做熊熊贼，将一日满腔水送忙想起娘子灵细叮咛，倒不是趁此悄悄回家门。菩萨从前门出去，恐被他们流失。带我去找一找花园后门。为我不见花园后门。心愿泪一片好风景，流泪参差花陌生，怎奈我负心去观赏，一路迎来不顾逍遥往前走，或见一容关空门，倒也另有一番景致哦。唱诵才罢，必声声翠光显得郎情啊！
面前，丞相公，不与我争用恩臣意。据本丞相公，乃是年送老人百本之子，趁此无人，不是最美快团也饭，啥是找得一些病症，日后也好有爹爹报仇雪恨呐。年送早有美欢心，既没定然泪中成啊，趁此无人去听去，找得病症，也好与爹爹受生把先天既没送你顺势立战，我本是虎配一压身，是我有把先的灵，何况娘子神定应，千万节遭尊家门，我不让留去求生罪。我啥是被人遇见，人家知道我是年夫的新姑爷，哪里会知道我就是真了也无妨言。我本是年夫新贵人，若无谁有欺门事，那知我内心一泡手心，我放大胆子上楼去。黄金千两，菜短8片，今先你无他人不妨笑纳。好厚的礼单呐，年送老人，估算是个吞银之辈。
神卿在此山海关重兵救乱，神马府前为收复失地将功折罪。呀！想那巨乱义务军机，实际上的理当赞许。如今老人得了他的好处，竟保证起他来了。年好不令人痛恨也。不免将此礼单收起，随后也可作一凭证。神王神空，既修等修，他又是瞎眼睛就是。想那夏太师也是被那年寿老人所害呀。神王神空，既修等修，神三变种子真显呀！弟弟，虽破本场，痛断肠。万里老人归计量，黄鬓大闹为忠良，痛欺君王。门墙缘分无此数，血黑深水浮十方，神仙枪中将烟消，悲恩是血泪淌，故来忠良
将将击鼓于下上，分天天不女，分地地龙阳，西京城的本章，天数目是天当，要凭他。真恨把西云王把乌云见阳光，说清乾坤无所期，万地名留青史是流哎呀，弟弟呀！弟弟，这样。弟弟。若女神灯煞有损失，定斩不杀。是虎生大胆，尽管上来。领子上前困了，小姐去。是。是谁？原来是严公爷。严公爷。罢了。严公爷，你怎么闯到这里来了？这是我岳父的手雷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哎呀，严公爷呀！这雷名叫表本雷，中间一道福田门，却是主统年富，一统少将，算是表本雷，以列战之才。这便似乎是好。不要照顾那个，快随我下雷去吧。众位大圣，请啊，请啊！严姑爷，原来是穆家老爷与众位大圣在百姓厅应验一事，看来又要吃到天明。你今天是委屈不成了。哎呀，这。你晚日到我家小姐的手里去吧。小姐的手里，哎呀，使不得，使得的，使得的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哎呀，使不得。
已是空中的飞鸟，把路忙头。才算是赢下了真心改名心，怕只怕他前前团被路根源，倘算是一旦泄露了真心话，真免得兄都结上把命我也靠人回来，小姐娘啊，家人大就去接姑爷，祝生生老爷与他同饮醉，祝生生姑爷醉倒在宴席上，搀扶到苏王小天师妹，少时是为家中。官人，我叫你不要饮酒，你怎么又饮起酒来了？马内后等官人把金发去迎接姑爷啊！飘香，姑爷就在上轿之时，叫他们不可高声喊叫，免得惊吓了姑爷。我只是吩咐他们。哎呀，飘香！哎
年之前路途难走，你们家庭要多带登记苦簿，免得教父官爹惊吓了桥内的姑爷。巧想知道了。哎呀，小香来叶凤生娘把这件衣服带去，免得为了姑爷。是啊，免得动为了官人。巧想哎呀，知道你快了。去！冤家。当才把娘把官人看应听说是一滴流娘把酒来饮，将药物留去在堂里。哎呀，官人啊，你真可是棉花儿都蹦出心，棉花儿都蹦出心。你别不想为妻怎样做不明，在子女恰是偷引心不宁。眼宽长，你生日忽悠领先的，你万事忙算无知不出声，岂为你提起盼你归？我是早上盼望到王官，好比是连真看掉了天前上挂肚，天上挂肚是人但愿得此番大奖，将你的明天算家门。我儿童的小来当儿子，我兰生有德文，有你心。飘香色姑爷他早是这为家，恰为何你这是一律到自己？莫非是我官人去了营帐？莫非是我老弟弟他已看出了真情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越思越
我听到楼下有家夫人，想起本人回来了，我就老下来去相迎。姑爷可曾回来？哎呀，小姐，我也正要问你，姑爷可曾回来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小姐娘，是我去到府中，只见一群人等姑姑面对惊慌，十分慌乱。老爷夫人举都不见，传言出来是姑爷在张灯之前早已回来了。小香，你怎么讲？是姑爷在张灯之前早已回来了。哎呀，不，不好了！听说叶老已回来，我又来生几位啊！我的亡魂等到二等可曾进回家来？刚才是我听到他亲嘴了，因此当小我在所在。如今又说他回家转，分明是你推我也推。为什么还不多于惊慌失？为什么爹娘不见都避开？你是懒怎么你猜？只怕要我擦不起两分。小香，叫钟衙文与我一起上来。是，姊妹们快来！你话想张灯对焦，我要亲自去到你府迎接姑爷。是。不见郎君，我也不回来。四处寻找无踪影，想必也许回家门。启禀老爷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小姐回来了。哎呀，也许还没回去。是啊，又在找烦恼来了。小姐到此，你们要小心死人。小心死人了。心花一落，为娘家
望宽恕。女儿刚。儿啦，夜半三更，你为做娘家，恰是为了何事？女儿也来问儿爹娘。哦，那是我儿小心，那儿呢？那儿来么？啊，只因我家官人辜负百岁，至今离位。女儿放心不下，我是特地来接他回去的。为你丈夫之事嘛，你丈夫之问你母亲去啊。母亲，我官人他在哪里？女儿也好接他回去。哎呀，孩儿啦，你丈夫之事嘛，我还是问你弟弟去。哎呀，母亲，你是要问弟弟，弟弟又要是问你，你二人这样抬来抬去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？哎呀，孩儿啦，也许辜负百岁，谁知为因三杯就醉倒在斜斜，那时我就命人儿扶他回死亡歇歇去了。啊，我官人他在守望歇歇，带女儿前去见他。女儿，怎么，弟弟？方人女儿发教来接之日，为我们押官前去请过，谁知也许不在死亡。我们家人四处寻找不着，七情不知下落，想必他回府去了。回府去了。哎呀，孩儿啦，想必他已经回府去了。哎呀，弟弟，我官人他早已回去，女儿又何必想弟弟要什么丈夫呢？你丈夫少在我的府中嘛，为我不外见你呀。是啊，女儿，小姐，我来问你，府中宾客往来与什么为凭？与毫无为凭，毫不怎样为凭？进府挂号，出府销号，此次瞧不过来，快去！小姐。弟弟，请过来。女儿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女儿，何事啊？弟弟，府中宾客往来，这毫不可写得明白。这毫不嘛，斯文写得明白，可出得府门的凭证。倒也做得出了府门的凭证。此次你来看。这进府来呢，严永姑也四个字写得明白。也许嘛，是我来过的嘛。那么这出府来呢，为何没有严永姑爷四个字呢？哪个？想必那个掌管之人一时疏忽，把他遗漏了。遗漏了。孩儿啦，想必是掌管之人把他遗漏了。母亲，我要你管理我手下。大胆奴才，严永出府为什么不效好？弟弟，你不要与我仗枪作势。我这里人眼看得明白，弟弟他故意假装去骂奴才，等到他小里藏到心多得，今日一见故算见。莫非他假作此言，已把女心害？哎呀，弟弟呀，你可怜我女儿，她不该。
人进得府来为人出去，他一定还在府中。弟弟，你好歹要为我丈夫，你要为我爷啦！哎呀儿啊，方才对儿已经讲过，你的丈夫嘛也是我的女婿，又不是外人，他咋在我的府中嘛？哎，为何不外见你呀？是啊，弟弟，你既然知道你的女婿不是外人，那你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了他？我为什么要爱他？哎呀，是啊，那有上阵爱女婿的道理。啥不是你爱他？那你为什么叫不出人来呢？哎呀，他人都醉了，你叫我叫什么你叫？飞到哪里去了？哪哎呀个？难道魏无完把你的丈夫疼chết了不成？对呀，你真是疼chết了我的丈夫。知不道不多不得知，他刚是你本是离门的，已经的不完要恨，不给他丧了命。你竟不为我生一个，要怎么样？女儿要与你把命拼。哎呀，儿呐，怎么是这样的话嘞？肚子里管教的好女儿。你怎么管着他这么多月出来了？奴才，你本是的娘生来的娘，一旦出嫁就放的娘。女生话想送姑牛，哪想你不孝的奴才是此猖狂。女儿终身依靠丈夫，如今夜郎不见，怎不叫女儿扎鸡？叶郎有什么喜欢的？你不喜欢，我才喜欢他嘛。他不过是一家另类的亚种。老爷，你既然知道他是燕家另类的亚种，那你为什么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于他？这都是你祖母的意思，为父我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我才不怕他放在我的眼中。好啊！他一去弯路开放，气得来人怒脉汹
父亲，才会生出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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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有道理呀！老爷我娘我谁寻到？你要怎么样？我与你同见祖父大礼品。我有你呀！你哎，我自我有理。我告你，若无金发女心黑。我再过来你你害了我丈夫，你还要我领家人？好，我从你面前走不去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啥个都相夫狗日，你也是高他不够的，这是何苦呢？哎呀，算了。宋衙官，与我快请。哎呀，老爷，
只怕女兵管不得，为花了多少银子，费了多少心血，才弄到手的，管不得，管不得。哎呀，儿啊，这是宝兵，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呀。儿啊，管不得。插上一根裤子，谁会开花结果？是啊。你只晓得宝贝你开花结果，绝不想想女儿无结果。你竟然害死我的丈夫，难道我就不能管生你这宝贝？管生你养子把牛啊的，哎呀，野狼夫，行了。兰真是女儿回来了，三女儿，你怎么快去你的丈夫来了？嫂嫂母，你哪里会知道我家本身辜负百姓，被我弟弟害死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那也长生还是女婿的道理啊！董文说，来，你真把言用我死了！哎，哪有此事？只有言用辜负百人，谁知他饮酒一碗三杯酒，再到谁了？我知道他是为夫去了，不想兰真回来说他一块。明白了，董瑞先生不必生气，先请回房。哎，我来想去兰子这女儿回去就是了啊。老爷，我真是，哎呦，倒水！哎呦，赵师傅，你要为我丈夫，你要为我爷兰子这女儿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兰真这女儿啊，不到你为我哭的，我原来为子小事体，言用不是小孩子，哪里为义18路米？这女儿你暂且回家去，我叫你上菩萨不好女婿呀！他问我借用我面笑嘻嘻，分明不是个好东西。刚才他与弟弟交头接耳，莫非是商量把阎郎的死谁阿姨？海阎郎他定知晓，放过他我就中了计。老母，你不要假痴假爱将我劝，你不爱我丈夫我听不义。你的丈夫有没有交给我？怎么叫我交出来呀？咦，不是你叫我弟弟回房，我不找你，你叫我找谁呀？弄到我的头上来了！这次你凭着阴间杀，关于我做啥呀？今日你还到我头上，我与你到祖父面前诉根呀！到了相夫面前，哪有
大的地方啊，少管闲事，还是驴。哪里去？我到大街小巷去兰州城院找寻丈夫去呀。你今天来的是去不得。好，那么你就喊我3天，找到叶勇，马上提送到府去。啊，3天能找到？哎呀，3天能找到？那么1天也能找到。今天你非完不可。哎呀，聂兰珍，那想你是个名门之女，千金之地，为你丈夫之事，为得家来当铺当菜，关水养子，半有被发散。嘿嘿，那还是要弄到我个头上啊！你怎么死之不讲理呀？讲道理，打你这个贱！事情什么才说来？等兰珍小姐来，你给她讲明，不就完了吗？此事你我认真前去。是。
我儿老伤心。我为你老年妇，奴当灯啊菜。我为你关塞了把肉包饼。我为你记得要拼命，你到快问问，时时刻刻不声不响多彩这小雷霆，你啥不把情与色，休怪我懒真不留情。见娘子怒用外面怒不休，到酒楼又是喜来又是愁，喜的是娘子为我出口气，愁的是一场无味，怎能把心去见说真情话，真来是吵那头，堂上我一时也不成，却不知非我把空爱无望，娘子啊，叫声娘子听从的，自从别了娘子，哪有心情去饮饮酒？因此上昔日为因先太在，便到死亡独自来，一心只想回家去，找不到花园后门口，无意中走进一高楼。碰头，是哪一个？来的正是我老爹爹，真是不坏了。那是我心中慌对了姑爷往人下走，真乃是宾客中途难脱身，没奈何我带他到所来。把身为，这样人也真傻，不中去，恰好自到所来。娘子啊，多亏他知道将我救，杀不才小生一命休。历来你娘子为我生夜去，历来你娘子为我担忧愁，万望娘子饶恕我冤家。听此言我知心
意，平白无端少有，为生转来我谢呀妹，我再见你领子好姐呀妹，我谁才郎君同担当。聂兰珍，你找丈夫找到我女儿王中来了，这下你的差错被我抓住了。聂兰珍，你到我女儿王中来做什么？咦，私家姐妹王中难道就来不得吗？你往常是该来，今天你却不该来。往常该来，今天嘛又发的该来了。那么你往常来做什么？往常嘛来叙姐妹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嘛，你说，来找我丈夫回去。找丈夫找到我女儿王中来了。我女儿王中哪有你的丈夫？亲啊，亲啊，亲啊！亲，弟弟，这，我女儿王中，哪有你的丈夫？早说我，弟弟，好吧，一听你这个小姐上弄出来的花样，我不能怪小姐，我能怪小姐，怪你这个小姐也早说我，此事也怪不得林子，要怪呀就怪你早说我，怪我？为什么要怪我啊？早说我做事真刁干，你家长骂爷妹当牙关，天狼分明是你怪，今日里要想的啦难让我管他的，我几时管过你的啊？天狼是不是早说我叫你来的？哦，是你叫说我找我来的呀。真凭实据在眼前，全部在这你承担。兰珍一看我的胸，我虽有理，再要分辨难，不是抽身下楼去。这女有话是话你看，一场风波你之外，生死离该有你是来陪玩。要我陪？我为什么要陪呀？我问你，喜欢官办办还是私办办？哎呀，两个办法是有啊，你干呀？那个叫做官办办，那个叫做么私办办？官办办并不难，我与你到主妇跟前去追谈。今日之事你认错，当铺等菜你陪玩。当铺等菜我陪呀玩，个银子送来只要5万，我里拼拼凑凑都卖光，么银子万个都要2万。相府面前去官办，弄得不好是脱落，官报还南山。要官办是不好办，我还是听侬个事办办。
四百买卖太简单，你写一张我便写。要我写不遍？哎呀，我为什么要写不遍啊？你写不写？不写。谁？哪里去？走我哪里去？我写，我写。曹师傅，你还是快写吧。老爷，你快写吧。去。哎，少问我呀，我气呀杀，气得我是两眼白。我不怕年我势力大，也不怕嘛嘉靖皇帝是国法。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是你难争。什么？哎呀，我个姑奶奶，这真是在与在报，哦与哦报。这叫我怎么写呀？好，我写一句，你写一句。好，你说，你说。猎不别人常问我，不该将叶勇藏在女儿手里。我几时上东西？是出朝问我之意，欲朝完整副官，得猎不便为据。你们不能这样随嘴啊！为什么？你想，为你丈夫之事，从年夫当到少妇，两夫生等，哪个不孝？如今又在我女儿房中睡着，你堂而皇之对你丈夫委屈，叫我这张老脸放到哪里去哟？那么以你之见呢？以我之见嘛，我明生当大轿一定，你坐在轿中，他躲在轿里，带出府去也好满足众生，不好见我这张老脸。看在你大美人的脸上，我是依了你。我明生当轿去。送赵师傅，送弟弟。姐妹，今日只是杀不出丫鬟辈，只怕要连累于你，忘弃私财。姐姐休出此言，姐姐教子未到，到小妹房中去待。啊，姐姐请。